本影片將示範如何申請在報稅表內漏報的免稅額。納稅人可透過個人稅務網站或經稅務代表透過稅務代表網站提交申請。申請在報稅表內漏報的免稅額共有3個步驟。點擊繼續以前往申請。請仔細閱讀重要提示事項。點擊指南圖示以取得更多申請期限的資料。輸入課稅年度，並在下拉式選單中選擇稅項類別。然後點擊申請在報稅表內漏報的免稅額，以前往下一頁。你可點擊返回以回到上一頁，或點擊清除以刪除所有輸入的資料。選擇合適的免稅額申請項目的單選按鈕。你可以點擊指南圖示以取得有關免稅額的申請要求。如果你在任何單選按鈕選擇時，相關部分將展開，允許你提供更多資料。若需就多於1名受養人申請子女或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供養父母或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或傷殘受養人免稅額，點擊更多受養人以輸入所需資料。若要上傳任何補充資料，點擊附上附件並選擇要上傳的文件。點擊瀏覽以選擇相關文件及點擊開啟以確定選擇。點擊返回上頁以儲存附件。點擊繼續以前往下一步驟。檢查你提供的資料及已上載的檔案。若你使用個人稅務網站提交申請，你可以剔選此方格以抄送此申請給你的稅務代表的網站帳戶。如資料正確，點擊提交。恭喜你，你已成功提交申請。你可以列印或儲存此申請的確認書。點擊退出返回個人稅務頁面。